係 B 班成嘅人，今日想同大家示範一個實驗，叫做無射現象。我哋需要嘅用具有好勁嘅玻璃盤、水同埋色素。首先，我哋要將色素倒入水中，例如呢個，然後將玻璃盤插入水中，慢慢升上嚟。就這樣，玻璃盤嘅情況。點解咁呢？有水升上嚟喎，間隔就升越高啲喎，點解呢？原來水柱上升係因為兩種力量嘅互相作用，分別係水同水之間嘅內聚力，水同物件嘅之間附着力。當附着力大過內聚力，水柱就會上升。日常生活有好多例子嘅，蠟燭、燃燒、植物會吸水。今日我分享到咁多啦，多謝大家。